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 K，歡迎返嚟我嘅理財頻道。7月份嘅市場焦點，毫無疑問，全部落喺半導體同 AI 板塊度。但講真，與其話呢次係一場 AI 革命嘅故事，不如話係一堂關於槓桿嘅殘酷課程。而呢堂課本入面嘅血淚教訓，正正就嚟自韓國散戶同埋一隻曾經叱咤華爾街嘅對沖基金。整個7月頭到7月尾 ，AI 板塊好似瀑布式咁插水。正當人人都以為呢個泡沫要爆嘅時候，7月最後一日，市場突然大反轉，韓國指數一日升接近18%，ESK 海力士更加單日漲近30%。反轉嘅原因，竟然同一間規模高達450億美元、曾經賺過2000%回報嘅對沖基金有關。而呢位創辦人只係一個24歲嘅 AI 大神。到底最近發生嘅事件對我哋普通散戶有冇乜可以借鏡嘅地方？等以後做投資時少走啲錯路。大家對內容有任何意見都歡迎留言同我分享。講入主題之前，中意嘅話記得幫我按讚、訂閱頻道，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我每個星期六嘅最新分享。另外，我自己亦設有會員頻道，當中會分享我個人嘅操作同心得，名額有限，如果大家想出一分力，不妨可以支持我。相關資料我放咗喺資訊欄度。好啦，我哋正式開始。呢位年輕人以前係一位研究員，早年靠一篇預言 AI 大爆發嘅論文響遍華爾街，成功募集咗龐大資金。佢堅信2027年人類就會迎來真正嘅超級智能，而呢一切都需要芯片、內存、數據中心同電力基礎設施爆炸式擴張。所以佢唔單止將所有籌碼 all in 落相關板塊，同時做空傳統軟件股，仲加咗足足4倍槓桿。靠住呢種極致嘅進取風格，佢嘅基金成立以來累計回報曾經突破2000%，單單2026年上半年就賺咗439%嘅驚人回報，一時之間成為咗華爾街嘅神話。可惜踏入7月 ，AI 板塊風向突然變晒。基金重倉嘅標的瘋狂跳水，而且佢做空嘅傳統軟件股反而逆市大升，變成兩頭捱打，好快就觸發咗銀行嘅追加保證金通知，基金變相被逼變賣持倉套現，從而再進一步推低股價，形成死亡螺旋。最後到7月30號，呢筆曾經傲視華爾街嘅持倉喺短短36個鐘之內，被全球頂級對沖基金以大幅折價打包接盤。呢單交易亦都成為咗華爾街歷史上規模最大嘅緊急股票交易之一。消息傳出之後，納斯達克100即時大升超過3%，市場終於鬆一口氣，最惡嘅拋售壓力終於過去。其實講到底，呢位後生仔對 AI 產業嘅長期趨勢判斷未必係錯，但真正擊垮佢嘅唔係方向睇錯，而係極端脆弱嘅倉位結構。順風嘅時候當然賺到笑，但逆風一來，根本連緩衝嘅餘地都冇。睇落好似好遙遠嘅華爾街故事，但實際上呢種高危策略正正就打中咗好多散戶嘅心態，希望壓住單一熱門賽道，追求極致收益，幻想一夜暴富。呢種打法，順風嘅時候資產可以以驚人速度膨脹，好似股神附體，但逆風一倒，槓桿就會變成嗜血嘅怪獸，將你嘅本金連同利潤一口氣食光。市場最殘酷嘅地方就係冇人可以預測到崩盤嘅確實時間，永遠只會係屍橫遍野嘅時候，大家先發覺原來潮水已經退咗。睇懂呢次爆倉，其實就睇懂咗投資最反常識嘅真理。投資呢個遊戲唔係比邊個預測得更準，而係比邊個可以活得更久。方向睇對唔代表一定賺到錢，分散主動配置一啲平時你睇唔上眼，甚至覺得賺得慢嘅資產，隨時可以係保命之道。就好似6月 AI 股狂升嘅時候，那些冇想象力嘅舊經濟股，短期會拖累你嘅組合回報。但到7月 AI 股大跌嘅時候，反而係呢啲資產可以幫你穩住陣腳。當中嘅本質就係呢兩類資產有各自獨立嘅邏輯。AI 股想象空間大，行業景氣就會大升，但不確定性亦都高。而傳統價值股有穩定嘅現金流同商業模式，市場避險情緒升溫嘅時候，就會成為資金避風港。想避免毀滅性虧損，長期留喺市場入面，
方法好簡單，盡量買入邏輯互相獨立嘅資產。咁樣嘅話，就算其中一類資產遇到系統性風暴，那些曾經被你嫌棄嘅資產都可以撐住你個組合，等你繼續留喺牌桌上。講完華爾街嘅故事，再同大家講兩個更加貼近散戶嘅教訓，全部都係今次 AI 股災入面韓國散戶用真金白銀換翻嚟嘅血淚。有位24歲嘅韓國股民李先生，用10萬台幣嘅積蓄開5倍槓桿炒 AI 股，4個星期之內賬面資產飆到150萬，佢仲以為自己解到咗階級翻身嘅捷徑，點知再過4個星期，賬戶直接被強制平倉，本金連同賺返嚟嘅利潤全部歸零。佢受訪嘅時候話自己簡直無法呼吸。但更誇張嘅係，佢仲話等存夠本金，要再借錢，再加槓桿，喺邊度輸就要喺邊度賺返。講真，賭局最恐怖嘅地方，從來唔係輸一次，而係你贏過一次之後，就再也反唔到轉頭。唔甘心，唔認輸，不斷加碼壓住，到最後只會越陷越深。根據花旗嘅測算，今次韓國散戶透過槓桿 ETF 嘅總虧損大約387億美元，超過120萬個槓桿賬戶觸及追繳線，大約32至36萬個賬戶被全數強平。而韓國散戶嘅槓桿投資額5月底仲衝上60兆韓元嘅歷史新高。最諷刺嘅係，剛剛殺完所有槓桿盤，美股就迎來咗大反彈。所以我哋睇投資標嘅唔好淨係睇最多可以升幾多，更加要諗清楚最壞情況可以跌幾多，你頂唔頂得住？另外第二件好有趣嘅事情就係香港2倍槓桿 ETF 點解可以輸到4倍？如果你都係咁諗，咁你真係要小心，隨時輸到你唔信。就好似7月30號當日 SK 海力士正股跌大約5.6%。但追蹤佢嘅2倍槓桿 ETF 代號07709，竟然暴跌超過22.5%，跌幅係正股嘅4倍。好多散戶當場崩潰，明明係2倍做多，點解變成4倍輸錢？其實真正嘅敵人係槓桿 ETF 嘅波動損耗。槓桿 ETF 每日都要重新調整倉位，市場劇烈波動嘅時候，基金就會不停高買低賣。今日跌就要低位斬倉降槓桿，聽日升又要高位追返上去加倉，日日重複呢個動作，複利效果就會由朋友變成敵人。時間越耐，波動越大，損耗就越誇張。呢隻07709由6月25號歷史高位193.65港元，跌到7月30號嘅25.36港元，34個交易日蒸發超過86%。基金規模由1300億縮水到319億，7成幾就咁冇咗。槓桿 ETF 絕對唔係長線持有嘅工具，佢只適合有明確短線方向，可以每日監察走勢，而且真係明白背後運作機制嘅人。普通散戶亂買，隨時輸到渣都冇。最後同大家總結一句，寫呢場風暴過後，真正嘅風險有時唔係股價跌幾多，而係你根本唔知道自己買緊啲乜。投資呢條路向來都唔係贏家為王，而係勝者為王。今集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大家有冇遇過類似嘅爆倉或者大幅虧損嘅經歷？歡迎喺留言區同我分享。多謝大家收聽，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。